那你就可以回归本位了。所以我们了解玄关教师依附在我们身上，表面可以看到的，那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是没有形象，它是一，不是二。玄关教跟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不是分开，它是一，它是一体的，它不是二。一个因为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充在整个宇宙虚空。你受记的时候，你要在哪里受记？虚空整个都是佛性要点都把你点，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依据的地方。依在什么地方可以就是让你的佛性能够跟你虚空融合，就是玄关。所以我们要了解，你问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到底是玄关是第一宝，还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是第一宝？请问各位先生，哪一个对？正确一个是表象，一个是里面它是一不是二。好。第二个问题，五字真言，五字真经是法宝，待天地有形无形都合在一起。请问五字没有这个五字真经是法宝还是佛宝？若无字真经是法宝，无字真经是无形无相不生不灭，这是通妙法。如何是法宝待天地有形无形都合在一起？所以无字真经是法宝，对吗？还是万事万象是佛性的呈现？所以无字真经是法宝。这个还蛮有研究了如果说到那个这个我们这个求道的五字真经，那因为学在老千身边老千曾经讲了，那个五字真经是我们就是传承那个前阳起它有那个阿弥陀佛，弘扬起南无阿弥陀佛。我们现在白扬起就是五字真经那个是传承这样下来。可是有字的它是假经老天这样说，无全部都没有字那个才叫真经是这样说了。可是我们在传的时候，毕竟还是传五字真经那真的他会这样说是有稍微研究到它的整个内涵。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所以那个五字真经它本身就是要我们真正的你在这个修的时候就把真正的里面的内涵告诉你实际就是这样。你真正的要进入你就要归到无，没有文字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他这个有稍微研究了，所以要了解到你不能执着形象，你要进入实际的真理状态。你在形象一有所住，结心就死亡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为什么佛会讲离相名佛，若离诸相则名之佛。就是你要像文字像一样，语言像一样我们的那个所有攀岩的也一样，全部要离，全部离了以后，你的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才整个呈现所以各位回去要看经文，或许在里面详细说。真的老师会骂我了，都泄露天机。可是我泄露，你们要听懂宝真的是宝。还有吗？
问：非无想，非解结想，非离无想，非离众生身受，非离众生身受身想，是因为佛非解非众生是吗？还是在凡尘非无想去挑道，非解想如何去听道，非众生想如何帮助度化众生？好，这个因为在我们涅槃经的第1页第1章了哈，所以各位可以翻过来哈，在第1页的最下面，这个比丘言譬如罪人不自觉知啊，不是啊，亲疏母女姐妹啊，迷慌淫乱，言语啊妄意，惑不尽忠。大家看到，因为他问的呢，就是在这个地方。那因为人或许在解说的时候没有详细因为没有详细，所以它就有问题产生了。那或许就要详细的跟各位讲。这个呢，因为开头他就已经呢用那个喝酒已经呢喝醉了，醉了。那喝醉了以后他等于是真假莫辨，真的跟假的没有办法分辨的，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他就讲不自觉知，自己不知道，然后认识亲跟疏，就是不认识亲人，也不认识那个疏远的人。所以这里面他就讲母女姐妹，就各位要了解到，因为不把它讲得太明白，为什么？点到就好了，知道了就好，就是淫乱，男女之间男女关系乱来，就已经不按照伦常，这个已经不按照伦常，所以那个母女姐妹她都把它当成可以做爱的对象，这样子吗？有没有乱来？就已经是乱来。所以当时或许不想说讲得太细就是稍微知道了就好。那因为在真理的那一种领域，我们要知道说追生的我们的亲属关系那个父母亲，然后我们的那个夫妻太太先生儿女，追生是这样前一生不是，上一生是我们要了解到他的关系不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你假如说修久一点，你会有隔胎不离。隔胎就是你上一世的出生跟这一世的出生隔了一胎的，隔了一生的，可是你还知道你前一生的状态，就是叫隔胎不离，就是你还知道我前一世我在哪里，我生几个孩子，然后我到几岁才死亡，你知道，你都知道，这个叫隔胎不离。那隔胎不离的话，你在这一生来的时候你前一生的状态，亲属状态，你会知道这一生已经来出生一个小婴儿，你说这个小婴儿是我前一生的子父母，可是这一生他是一个小婴儿，是你的后辈这样的话，因为他知道，那他知道的时候那个因缘，我们社会整个大环境的因缘，又促成促成他们在一起。这个时候
你说他的心里会怎么样？以我们凡尘的眼光来看，可以啊，只要你情投意合，你就可以就结为夫妻啊，就可以在一起。是在他隔胎不明的状态之下，他说不行，那个是我前世的长辈，而且是长的辈。可是我们这一生的人会相信吗？一定不会相信，对不对？他不会相信你这样说的话，他就会觉得说，跟我们现在的善良风俗啊有所抵触，所以他又选择不收。可是选择不收，骗别人容易，骗自己就很困难。所以虽然他不说出来，可是他知道他会不会进来，会不会？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那个第10殿那个孟婆庄的望神汤要不要喝？要不要喝？还是喝了比较好啦拢唔知，我拢唔知提拢唔知的代志拢知是不是很多事情？很多事情会呈现，所以这边他就写那个已经不是亲疏，然后那个母女姐妹就迷惘淫乱，就已经讲了，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发生了。说发生以后那个言语放逸就是恭维就很那个讲的很不好听的啦，讲的都很现实。然后卧不见踪就是那一种男女之间做爱是不是卧不见踪？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时有良师以药令狐狐以鸡兔所以他就讲那个过程，说呢那个时候有那个良师拿药给他吃，吃药了以后让他清醒，清醒了以后还治意识还有法度恢复伊的那个记忆，然后心怀惭愧，都已经乱伦了，惭不愧？惭不惭愧？就是很惭愧然后深自克责就一直骂自己久为不善我就卖啉就好啦，啉就乱来，就酒啦借酒发挥就乱来了所以久为不善知恶的根本就是会做不好，就是因为有喝酒然后喝了酒以后很多事情不该做的全部都做出来。那么若能除断则严重罪。所以他在问的那一段刚好就是这一段。那个时候或许为什么不详细地说？因为本来我们就没有那么复杂，就单纯的对吧？这一生我们就家属就是家属然后那个亲朋好友就是亲朋好友，都这很标明、很明显的是一些关系，然后我们生活的很单纯所以或许就不讲那个详细的内容，因为详细内容它有乱人的那个含义在所以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是最好，对不对？不知道很轻我们头脑很轻，知道了以后很浊，做落的有落无？咱哪拢不知影就轻了，很清净，知影哎呦，那安呢？就会很温柔所以在那个时候也并没有详细去解说那个非母母想非女女想，
没有接收那一段哦，因为不太这个适合呢我们都全部都了了了，那个不要知道了更好。